昨暗执行赖政府就任了后头一届死刑，签决死刑犯黄仁凯。总统赖清德今日表示，死刑无危险，希望社会支持法务部。台中有警察利用公务对这做笔录的查某囡仔高甜，佮家伊卡来手来去和平以代表申诉了后，这名警察已经调职接受调查。新北查到11名涉嫌移工是照顾服务员的主管去做中人，违法介绍因去到病院照顾患者，一工甲因抽800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日暗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赖政府上任了后，伫昨暗头一届执行死刑，是枪决死刑犯黄仁凯。总统赖清德今日就表示，这死刑无违宪，希望社会来支持法务部依法执行。法务部也说明讲，目前只有黄仁凯和最高检侦报，这犯罪情节是上严重的犯刑。有辩护人到庭检视辩论，也经过法官一致决议，认为已经无非常上诉理由。恶人有恶报啦，歹人有歹报，所以司法好像一公道。犯下情杀案的黄仁凯，向庆决的这时阵，王爸爸将有手面啊，将这被害者家属、其后甲查某囝拢杀害，希望向手上刑场，安尼一等就是将近12年的时间。根据司法院宪法法庭的判决，死刑是合宪的，并没有违宪。因此，我非常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法务部依法行政。同时，我也要向受害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这么多年，大家辛苦。总统赖清德慰问被害者家属，这是伊上任了后头一摆执行死刑，也是死刑实现了后头一摆的死刑执行。验过关押37名死刑犯，会安怎是黄仁凯身边执行的？尊重最高检个案的一个非常上诉的一个审核的一个结果来执行的，没有其他的一个任何的特殊的考量。法务部讲，敢若指到最高检的侦报，黄仁凯已经无非常上诉理由，包含伊的犯罪情节是上介严重的犯刑，也符合宪判8意志。终审判决时，有辩护人到庭辩护，法官一致判决定上介严重的停诉，加上即阵无正伫进行的司法救济停诉，也若头一摆签准死刑执行令的法务部长陈明谦也强调，一切依法执行，无政治考虑。其他的36名死刑犯，必须要等到最高检这个总长审核完毕之后，如果有不符合非常上诉事由报警本部之后，本部才会依法接续处理。其他的36名死刑犯司法法度得到非常上诉，也是面临庆决。最高检也伫答案逐项来审查。法务部也搁再说明，整个执行过程拢是执行检察官依照加价行刑法则规定来进行，无所谓的有定庆决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黄仁凯被枪决了后，国内也是有36名死刑犯。不过，按照当初宪判判决意志，尚无有5名死刑犯摕到非常上诉几率是真悬的。也因为国际社会针对着这死刑也有人权的看法是真无同。这36名死刑犯因的未来，大家也拢紧紧看。正常一个向死刑犯黄仁凯的这4人都到这，不过当初侦办这件案件的刑警，回想伊的犯后态度，也是无法度认同。当时也给这个嫌犯第一时间坦诚的机会，那他也错过了这个机会啊，也没有很实质的一个表达歉意啊。黄仁凯互人劝决是咱国内让4年外搁再执行死刑，不过废死人民等民间团体发联合声明谴责法务部长违法执行，亲像随便杀人。国讲律师团伫16暗时已经赶伫劝决前紧急递交非常上诉状等等，法务部说硬要执行，严厉表达真生气甲遗憾。其实最高检是知道这个律师已经阅卷嘛，然后阅卷之后会提非常上诉的。那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就是去进行执行，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惊讶。这届执行死刑了后，也互国内其他36个死刑犯未来动向引起关心。虽然最高检也搁伫审核是毋是还有非常上诉的理由，不过按照当初释刑的判决，至少有5个死刑犯有真大机会得到非常上诉。
名单包括杀害3个亲人、诈领保险金的林有如，犯下卡拉 OK 放火案造成5人死亡的林王仁，也甲枪杀朋友的沈其武，拢因为心智缺陷障碍、自我辩护能力不足这原因，伫司法进程袂使枪决。另外，甲好野人绑票搁掠票的黄春琪甲陈义良，依旧罚判死，互人宣判是违宪。最高检会为这2人提起非常上诉。当然，社会大众都觉得是罪有应得了，因为政府一直在面对枪毙人，既然还有死刑，为什么不枪毙人？罪恶的这个邪恶的本性啊，从年幼的时候如果养成的时候很难改，要教化需要很长时间。希望可以提醒政府，记得说明年是2公约的国际审查年。那国际专家其实在前面3次的结论性意见都有要求台湾的政府在死刑是作为一种酷刑的形式要有所注意。国内死刑争议，社会赞成甲反对2派一直伫争论。国内还佫有死刑犯，最高检会安怎认定，互各界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知法犯法敢有罪加一等呢？这台中的第3分局健康派出所一名姓肖的警察，顶个月替一个19岁被害人做笔录，落尾说用这公务做理由对这个查某囡仔高甜，甚至甲人卡来手来。这被害人是真痛苦，厝内面的人也唔敢去报警察。家庭以代表申诉了后，目前这位警察已经放调离开职务，也当咧接受调查。这个查甫人走去受害者因兜门口，伊就是姓肖警察，利用凶案件口外的物件做理由，想要走入去受害者因兜。询问进前，佫有确认敢有监视器。现在还有装监视器啊？你现在还有装监视器啊？虽然受害者强调有监视器，不过姓肖警察依然是伫咧受害者因兜甲伊硬揽，佫卡来手来。这受害者是惊到唔知要安怎，这阵依然是身心受创伤。我不敢反抗也有，因为他是警察，所以我怕我可能有反抗的动作，就是可能让他受伤了，还是怎样的，他会来告我。他跟我说出去半个小时，那就可以给我5万块。受害者表示，顶个月31，因为甲男朋友的老母发生纠纷，姓肖的警察伫咧派出所甲伊做笔录。不过事后却是连续几多天打电话给伊，这个月初3甚至是去因兜甲伊性骚扰。他是警察，他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里了，他也知道我家的电话了，那也知道我女儿的电话了。我举报了，那他会不会来报复？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家，我都在工作这样子。受害者好人双方已经真熟悉，而且受害者的老爸嘛表示，因为警察知影因的资料，烦恼去互报复，唔敢报案。一直到16才甲面带真情。警方这阵已经介入侦办，除了甲这个警察调离开关单位，嘛研议相关的处分。拥抱等疑涉猥亵的行为，为调查厘清案件的事实，已经将肖元先行调离原单位静候调查。警方表示，这个警察已经做18年，而这间派出所嘛已经做6年。事后，伊是辩讲对受害者有好感。警方除了严格惩罚，这间派出所的主管嘛去互记刑改处分，而且由妇幼队组成专案小组来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公平交易委员会4位委员特别任期特别满落，这立法年今仔进行人事动议权案表决。不过4位人选当中，现任主委李美和现任的委员洪在良，因为这2021年专联并购案，也佫有3亿赞助费案件，或者拿被2党立委甲挡落来。李美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的同意票，依法不同意续任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立法院17对公平交易委员会人事动议权投票表决，在拿被联手之下，现任主委李美摕到52张同意票，61张无同意票；现任委员洪在良摕到51张同意票，62张无同意票，2个人拢无通过。民众党团总长阁充讲是因为2022年的专联并购大润发这案。你干公平会的委员，在想的不是消费者的权利，是你所喜好的西洋棋。可不可以去跟全联要不乐之捐？为什么我们会对主委被提名人李美决定投下反对票？面对你们自家的委员，跟业者强索不乐之捐，完全视若无睹。
另外一个意外的部分是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所甲李美当作同意，变作在野阵营唯一一个走票的，对竞选落尾4个人，敢若通过2个。行政院表示遗憾，后壁嘛会进行补提名的作业。真正的考试委员人事案、瓜地令嘛无过关，司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案嘛当中无通过。即马114年总预算调伫遐，嘛互调野陷入歹解决的局面。刚总一透早拜会立法院，烦恼国家运转的受阻挡。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趁机会呼吁企业界支持大罢免。韩国伊结婚是一规定，人类国家从哪倒？还用什么方式呢？全部把弄保留。拢个袂开台下是1块，我们必须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发动大罢免。国民党所提出的删减案，总共删除1111亿元，占总预算的3.47%，就是要还钱于民。让能够给更多的人民受到照顾。民进党如果没有办法执政，那就换党执政。民进党在党预算，民进党党预算。议会审查和表决才拄开始，调野就搁一摆为着预算的资料无齐全开始冤。正正那边拢总提出3000多案台检，也是冻结预算的提案。国民党表示讲已经整变到500多案，民众党嘛整理到177案，调野拼伫休会进前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国民党立委陈菊珍个人提案要加这补助公共电视13亿的预算总抬调，引起各界反弹。今仔日就这影视工作者去到立法院表达不满。中国国民党团呢是强调讲，昨因有开会沟通协商了后呢，提案会做修改，变作是抬1/1，也就是2300万的预算。只有你在那边用意识形态在毁掉我们的公共电视。民进党7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因为不满国民党立委陈菊珍个人提案，要甲公司23亿的预算拢总抬调，所以陪同包括王小台等几个导演、编剧、甲影视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因的心声。不过陈菊珍雄雄出现，双边全呢起配面，一句来一句去。你到杨立洲导演的脸书来问我们参与的，然后要我们公开我们的名单。你们都公开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里面其中一员，我叫陈世杰。好，请记住了，你的组织还没过来，所以你这样就要开始搞。什么组织？大中国那边的组织，意识形态。我要为删预算而删预算，请你用心来了解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好不好？我们影视行业现在是一个寒冬，很有可能2年后就泡沫化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爽。我没有说是蓝绿。这个提案引发影视界、文化界甲学界人士的反弹。导演杨立洲甲杨家德等人讲，要投入制作大罢免宣传的影片。因那国民党团10日开会协商沟通，尾也整合几个委员的意见了后，决定把提案修改做抬1/1，也就是抬2300万的预算。在预算程序上，我们本来就会去整合不同委员的相关的提案，然后做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把公示的23亿的补助预算删除1%，而且即使到现在为止，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表决，我们对于相关的预算都仍然有修正的可能。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然后民意代表难道不用监督预算吗？我认为我做对的事情。针对公司的预算，民众党团强调讲，因并无提案要全部抬掉，嘛无支持相关的提案，干那针对台湾 Plus 的预算提出冻结。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菊珍唔那要提案把这公司的预算抬掉，也要把这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的3亿预算，也个未来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1500万总抬掉。关心保起的民间团体就批评讲，相关的预算若准抬掉，对保起的推杀伤害是真大，会害咱国家语言的发展倒退路。最近调野咧协商114年度总预算，南洋立委陈菊珍也提案要下调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的3亿预算，佮有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1500万，引起长期倡议母语发展的民间团体不满。这几冬一直有咧向外扩散、向外探，可比讲愈来愈侪新的
这个创作者好吼，艺文工作者团体来投入伫个这个语言复振的工作，这几档的这个成果其实是不止啊大，嘿啊，所以若是讲开条文化部这个有关国家语言发展方面的这个预算，其实是会影响足大。李江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强调，3亿预算若是太少，会互咱国家语言的发展倒退路。由母语家庭组成的台语路协会也表示，真无简单有各种母语活动资源的投入，而且学习母语是囡仔的权利。包括讲教育方面啊，还是讲譬如讲囡仔册啦、出版品啊，吼，不管是戏剧表演、音乐剧，这拢是囡仔的大汉的过程中。应该会使享受到的一寡社会的教育资源，这对于阮来讲，这是最重要的，这嘛应该是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客委会也伫面册发布影片表示，若是客委会预算丰台70%，客语教育传承会无法度顶当。学语认证会停办，影响的是全国学语教师间学生的权益。中小学客家语文竞赛会停办。针对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的提案，国民党立院党团拜五举行记者会，强调这是立委个人的提案，是正常的预算定数，也有修正的可能。伫预算定数上，尾也会去整合其他委员无共的提案。伫议会表决进前，预算拢有修正的可能。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这彰化县现任的县机关詹木金，伊伫咧做演政乡长期间，涉嫌交结立零厂商，和公所的主任秘书等人帮助供电厂商投标，佮甲这台电收不法利益一挂。詹木金也收这厂商的乌生钱496万。彰化地检署昨今早交结，甲这詹木金等11人起诉，因那詹木金呢是求刑12年。停车场车位顶悬架设供电棒，除了会当发电，还会当加热。彰化县永靖乡即几个太阳能供电标注案，刷传出贪渎备案。现有县议员詹木金伫担任永靖乡长期间，涉嫌阿户供电厂商投标，收乌生钱496万。彰化地检署昨日侦结提起公诉。当地民众感觉意外，对供电建设嘛变作怀疑。有生钱，伊是法律因的代志，伊知，阮嘛唔知，阮要怎看？我没办法啊，我只好自己想说这样很不好，但是我也没有能力啊。无奈就对啦。检方表示，詹木金担任乡长的时阵，办理清洁队甲乡立棒球场停车场、乡立幼儿园厝顶甲电成功纪念公园停车场太阳能供电标注案，只是4任主任秘书等涉入标注内容，互业者投标，最后再个找科学主管组成评审团，以利特定厂商得标，再向台电收趸购费不法利益1.1亿。彰化地检署侦结了后，甲詹木金等11人依照违背职务收乌生钱甲道理等罪起诉，各对詹木金求刑12年。詹姓被告在担任永靖乡长期间，收取贿赂、违背职务，指示公所主任秘书及承办人员采用特定厂商提供的招标文件，泄露应秘密事项，护航该厂商获得标案。虽然事证明确，但是詹姓被告仍矢口否认犯行。经检察官审酌全部情节，向法院求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政府能源政策转型，逐步增加绿能占比。检方批评詹木金看绿能利益真济，交结绿能不法人士造成不公平竞争，处理招标无公信力。而且虽然罪证明确，伊阁一直否认犯行，所以求处当刑。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新北专勤队查到11名印尼的失联移工，伫咧病院内面照顾病人。查到到地才发现，讲是病院的照顾服务员承包商派来主管去交接非法中人，或者的失联移工会当来到病院趁钱，一工甲因抽800块，一年上无趁300万以上。你好，我是移民署。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甲海巡队来到山区一间宿舍，发现内底藏11个印尼7联络移工。相片看到宿舍大环境是真简单，方便移工带入去甲摕离。被问到为安怎逃走，移工也是真无奈。有跟中介说要换雇主。对，然后他不理我啊。新北市专勤队进前至新北某一间病院，查到一个印尼7联络移工照顾病人，深入调查，摸乌手是病院接护员、承包商所派女督导交接非法的中介，毫无合法证件移工来到病房照顾病人。结果对这无证件的非法移工，每工抽800块的中介费，估计不法所谈的一年有300万以上。全案将于调查完毕后，将女督导及黑工中介等犯嫌，依违反就业服务法，意图营利非法中介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得到移交非法工作来到病院照顾病人，民间团体坦白讲，拢有听到，也反映照顾人员的欠缺。像病院照顾员敢若温存本国籍，不过一天费用2600到2800，好真侪家庭无在条负担。我付不起，那他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2000的？1600到1800就聘得到了，那是由医院自己去委外给特定的厂商来提供这种派遣的服务，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劝说雇主不要聘雇逃逸移工，这些都无效的。如果你家有个病人急着要人，你怎么样就会想办法找到。家庭看护移工纳入长照制度，对，然后呢由机构做聘雇。我正如认为，台湾至少有25班的看护移工，若是设立的长照政策，唔但对着照顾人力需求有帮助，也是提升移工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安泰病院，去年发生火灾了后，也查出这病院有违建的情形。县政府对这个月14开始拆到一半才发现讲，这病院也委托包商来拆。双方说因为作业的空间顶塔发生冲突。虽然这事故调查也未结束，不过检方也讲，会把这动力中心的值班人员，也个安检申报人员，依照过失致死，也个伪造文书等罪嫌列作被告。卖油啦，油啥啦？无过警方的可劝包厢坐伫涂骹无愿意离开。屏东安泰病院因为总违建率达到47%，暂时叫县政府介入强制拆除，无想到拆到一半，17早起煞发生冲突。你们不用做了，我这里有房约在啊。根据了解，去年10月安泰病院大火了后，包商予人委托来拆除导火的动力中心，甲死伤严重的地栋大楼。最近持续伫地栋楼尾顶作业，这两栋嘛是县政府强制要拆除的首要目标。17双方作业区顶塔，虽然县政府前一天通知爱撤离，包商也是坚持作业。柔性的一个劝导不从，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公务。最后，我们由东港警分局依妨害公务强制逃离现场移送法办。后续我们仍将持续的推进，希望在这2个月当中把它拆除完毕。医方来考验嘛无路用，警方只好甲包商铐起来，赶离开现场，依照妨碍公务移送法办。县政府呼吁安泰病院好好处理甲包商的合约问题。2套看要怎么切账。动力中心那边我们已经行文给地检署，地检署说侦查还没有结果，暂时不能动。第2次再发文说我们可以拆了，就马上积极进行啊。县府那个时候也说他要来拆了。消极违建因为大火，互人发现。不过安泰过去10年的安检申报拢合格，检方认定安检机构涉嫌签证不实在，甲负责签证的4国检查人员依照伪造文书罪列作被告。因为事故也佫造成9个人死亡。动力中心迄天2个值班人员当中，无死亡的4支水电设备师，嘛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列被告。专案目前也佫伫咧侦查中。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古精英酒店昨半暝到火烧，赶紧甲旅客也个员工疏开，有5名员工送病院。因为这精英酒店去年4月13大地震了后，是一直到这个月16才来恢复营运，想袂到恢复了后，佫再发生意外。一个接到太鲁阁山区的精英酒店发生火灾，新秀地区的消防人员快速派遣3个分队去抢救。好在在的时间，酒店的人员已经家己把火拍花，嘛快速疏散96个住客，也有110个员工到大门口。自己的消防编队他们去有尝试扑火，有几个就是可能有吸到能用比较不舒服、头晕的这样。我们现在是还在整理。这件火灾是伫16暗时10点48分发生的。酒店的员工伫并地下室3温暖的时阵，发现航箱导火，有随油水线灌救。嘛快速得到控制，不过也是有5个参加拍火的员工呼吸道无爽快，互人送去病院观察。那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4到6名自卫消防编组的员工拿消防栓的水袋跟苗子在进行灭火。那火势已经被它控制下来，自动洒水系统跟警报系统也有作动，那所以那个火势并没有延烧到其他地方。因为太鲁阁精英酒店伫去年4月13地震了后休业，将无简单准备好1月16复业，随着发生火警，互外界真关心。对这代志，业者是讲，事故的原因还佫伫鉴定。目前在顺除了3温暖以外，酒店的营运一切正常，也有互住客关怀，而且当日的大班费全部免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一个月20就要上任啦。最近伊是一直讲要把这计龄栏买落来，就专家认为讲，若准有计龄栏，就当掌握到中国和罗西亚的行动，挺好来确保到美国本土安全。另外，这丹麦总理25日要和川讲电话，伊是表示讲，川是足认真，真想要爱计龄栏的。位伫北极圈内底格陵兰80%拢予冰雪砍掉咧，正是丹麦海外驻地领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要第20就职，不过最近积极展现对格陵兰的兴趣，而且也想要用武力达到目的。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25甲川普通电话来沟通，讲只有格陵兰会使决定家己未来，并且认为讲川普要处理这个格陵兰是认真的。Og som formand for Naalakkersuisut, Musse Egede i øvrigt har sagt, så er Grønland ikke til salg. USA er vores absolut tætteste allierede. Vi vil altid gerne arbejde tættere sammen med amerikanerne. Det gælder i alle forsvars- og sikkerhedspolitiske spørgsmål. Det gælder også Nordatlant. 因为格陵兰的地理位置真特别，川普有意伫格陵兰加强军事部署，就出来严密掌握中国、俄国军方的经过周边海域，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再来，格陵兰拥有高科技产业不可欠缺的稀土矿藏，也有石油甲天然气。若是有这个格陵兰稀土的开采权，对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两个人通话大约45分钟，无针对格陵兰问题达成结论，敢若同意继续保持对话。川普也无公开讲到通话内容，而是伫社群媒体转达一篇2019年的民调结果，内底显示68%的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来独立。弗瑞德里克森也向川普强调强化北极安全的重要性，讲丹麦对着美国增加伫格陵兰军事部署是保持开放的态度。另外，中国电影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伫美国的禁令会伫19生效。有专家预测，若是美国禁止 TikTok， 中美的紧张局势佫清悬，拜登政府晚向无爱执行禁令，交予川普政府来决定。华盛顿邮报指出，川普考虑伫上任了后发布行政命令，暂停60到90天执行 TikTok 无爱卖就禁的法案，予 TikTok 有时间来找其他解决的方案。因为川普也已经邀请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另外，一方面，根据气象预报指出，川普20就职典礼迄天，华府地区的气温会比往年同期零下1度的平均温度较低。由北极风暴发威，20上悬温只有零下6度，而且有强风，是1985年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雷根第2任就职的40年来，总统就职日上低温的天气。国际新闻，新乐培编译。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呢，即马是还有变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爱等到18才要来开会表决停火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就表示，若是协议通过，伊和党内同志就要退出内阁，宣布这停火协议以来呢，以色列是继续空袭加沙，24点钟内已经有86个人死亡啊。医护人员替伤者高伤，也有软桥杀重伤的患者到病院急救。虽然以色列跟哈马斯15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一定19有效，不过加沙当局表示，为停火协议宣布以来，以色列也持续空袭加沙，进前24点钟已经造成86个人死亡，而且以下停火也有一寡代志，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0日指控哈马斯想要伫最后的时阵改变协议内容，因为安尼延误内阁会议，18才会表决停火协议。以色列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佫威胁若做批准停火协议就清时。אם המלחמה בחמאס תחודש, וזה מה שאמרתי ממש לפני מספר רגעים לראש הממשלה, אם המלחמה תחודש לשם הכרעה ומימוש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אנחנו מבחינתנו נציע לשוב לממשלה. 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当中，班吉维尔的犹太流浪党占劣势，不过伊嘛表示未冰岛纳坦雅胡。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伫记者会拒绝甲停火协议的功劳，拢算互准总统川普，佮回应讲是咧滚酸笑心。不过学者分析，两个人拢应该为这项协议得到懊恼，而且川普的恐吓甲强硬的策略，互人证明是有效的。President Trump's pressure has clearly played out in a productive way because we know now that the deal or the semblance of the deal is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s been on the table since May of 2024. And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Trump effect.
因为美国伫要政权轮替，重要官员拢发表个别演讲。国务卿布林肯16日发表，刷起独立记者闹场，抗议美国援助以色列伫加沙进行消灭种族。Respect the proc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questions in a few minutes. Wasn't the point of the May 31st statement to block the ICJ orders? He blocked the ICJ orders. 抗议者到尾啊，甚至互安全人员强赶出去，现场煞充满真暧昧的气氛。自从加沙发生冲突以来，拜登政府一直互人质疑。美国境内到全球各国针对以下冲突的立场矛盾嘛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特别就职啊，伊的副手 Pence 今仔日和伊的看守头一届来访问台湾，也发表演说。下晡也和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见面。Pence 表示讲，这届来台湾目的就是要突破谣言，而且要甲这川普来发声。伫咧中国这侵略台湾的野心无减少的情形之下，若准减少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会对全球的安全造成威胁。Well, hello, Taiw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my wife Karen and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aiwan, but it's a special joy to be with all of you. 蔡英太太第一摆访问台湾，伫川普第一任总统的任内，做副手的潘斯受到邀请参加台美的教育活动，而且发表演说。潘斯讲，这次来台湾是要反击疑美论，而且向到要回归白宫的川普来话话。伊讲，伫咧中国侵台的野心并无减的状况之下，若是减少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这种做法会对全球的安全造成威胁。America will never abandon our allies across the Pacific. And I call o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D.C., and freedom-loving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urgently renew our commitment for providing Taiwan with the suppor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and its freedom.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support, there's no better time,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negotiations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aiwan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nation and yours. 潘斯伫16结束香港的行程了后，17正式访问台湾，传出伊先和高科技产业的领袖会面，接落来见证台北语文学院和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签署全球联名合作闭幕录。下晡和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会面，暗时参加伫台北宾馆的宴会，时间点伫川普就职典礼进行引发联想。外交部指出讲，潘斯访台是私人的亚太行程之一，台湾人民对潘斯来台是表示欢迎。同时，在川普2.0，基本上我也不认为有任何关键的一个影响力哈，但是基于广结善缘，争取更多的美国友人，我觉得并不是坏事情。尤其是想办法要找到跟川普能够直接沟通，很属于川普核心的人士。那即便未必他有很正式的官职，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学者讲，川普和潘斯伫国会3宗暴动事件了后，就分开行家己的路啊，嘛已经不是权力的核心。台湾接待美国政治官员嘛，常常看到，但是伊嘛强调讲，咱应该拍拼和川普的核心目标，建立正顺的沟通管道，会当随明确表达政府的立场，嘛了解美方的态度，维持正好的台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文旅部早起宣布，最近会开放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团体旅游。咱的陆委会也表示欢迎。观光署也讲，开放两化双向对等的观光旅游是政府本地政策，也让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那旅游业者是希望讲赶紧来解除禁令，在第2季时阵就会当来接待中国旅游团。中国文旅部正式伫官方网站公告，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化人员正常往来，也加常态交流，和福建、上海两地民众组团到台湾旅游。南方陆委会回应，政府欢迎中国客来台湾旅游，不过具体实施有待陆方公布具体做法，会赶紧照小两会进行沟通，互未来国际旅游交流会当顺利执行。你进一步，我进一步，相向而行啊！不要再陷入恶意的螺旋。那这次是人家的文旅部的宣布，照就是以往的啊，有观光旅游的小两会、台旅会跟海旅会，
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磋商。业者指出，日光空白开放中国客来台，也是同款模式，照顺序人数慢慢增加。若是咱方买当解除禁团令，至少也需要2至3个月作业时间，团客才当正式来台。女所业者讲，政府开放脚步应该较紧的，目前真侪中国客拢是经第3地中转来台佚佗，那伫台湾停留的时间短，消费力嘛降低。他可以直接过来的话，可能是1个礼拜。那但是因为他经由香港或者是经由新加坡，他可能必须在当地停留2天到3天，来到台湾的时间当然就只剩下3、4天左右。所以这2个地区其实应该最熟悉台湾的，不管是自由行，不管是团客，他们对台湾都相当也很肯花，也了解台湾的方式。业者指出，上海甲福建2地的旅客差不多占过去自由行中国客的4成。对于业界5万观光开放，观光学者刘喜林认为，中国客会当做观光产业的基本盘，嘛会当进一步提升台湾景点也甲相关设施的服务。以往有针对中国客伤过济，造成景点甲旅游环境降低批评，这点嘛值得注意甲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进前是真无用，爱款东款西乖拼出来。气象需要提醒这北部、东半部的民众，爱趁拜六的时阵赶紧把这棉被摕出来晒，是因为礼拜时阵呢，这北部、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雨。那这中南部的民众，拜六礼拜这2天拢是好天，正适合大摒扫。过年要到啊，真侪民众会来到迪化街穿年货、卖年货头家娘非常欢喜，甲金角倒出来，准备要迎接这个拜六礼拜。因为真侪民众会趁这个拜六礼拜，甲年货穿好势，准备要来大摒扫。明仔载早起，请清洁公司来请清洁这样。落雨来烘啊，用烘的啊，啊无落雨就阴干啦。 22到暝各有10多天，气象署提醒拜六礼拜上适合摒扫的时间。拜六带着冷气团减弱气温，会小可回温。敢若北海岸和东半部山区会落雨。气象署提醒北部、东半部的民众爱把握拜六的好天，因为礼拜北部和东半部水汽会增加，到时会有短时间的阵雨。也若中南部的民众拜六礼拜规天拢是好天。明天来讲的话，就是在西半部地区的平地。 其实是比较属于多云的天气，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做大扫除的一个工作。那只不过是说，在周日这一天的话，北部可能相对就没有那么适合。周末2天看起来相对来讲，中南部地区的平地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也若未来1礼拜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后礼拜1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到时会是大冷的天气形态，温度平均伫咧14度至18度。气象署提醒民众，最近天气也是真寒，要摒扫嘛是爱穿好少，避免感冒。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对10月开始，也就是明仔载连续3天到1月20是114年大学的学测。今年学测计共有12万1000人报名。大考中心也提醒讲，一定爱早有相片的证件去考试，袂当早手机电子产品入去考场。今下晡就真侪家长学生先去看考试场，也走去庙里拜拜，祈求这文昌帝君甲因斗保庇。 对10月到23天是114年大学学测，今年学测计共有12.1万人报名，校园内满满拢是准备要考学测的学生，有的阁有家长陪同，伫17下晡去到学校，带先看明仔载学测的考试场。考生也表示，提早来看考试场有较安心淡薄啊。看之前当然还是就想说会不会不适应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想说看一下，调整一下后应该可以。 比较安心的考试，我觉得就正常啦，就叫他放松心情啦，因为最主要就是说要健康啊，就是平常心去考啊，因为就差这1、2天了嘛。对啊，这1、2天就是只要稳下心情，这是最重要的。提准考证含芹菜菜头做伙拜拜，希望考生勤奋学习，考试有好彩头。侪考生家长看完考试场了后，来到文昌宫，祈求文昌帝君的保庇。 你嘛是爱认真读书啊！大家说我甲你加持，啊，文昌帝君甲你加持，互你去考试，袂敢若讲紧张啊，安尼就对啦。除了熟悉考试环境，祈求文昌保庇有好运气，大考中心也特别提醒，考试一定爱带有效的证件，亲像身份证、有相片的健保卡、大脚、护照，也要注意禁止炸电话、电子产品入考试场，避免违规。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
伫咧台南总共有277间国中小，本地175间是自由入学，或者囡仔会当下区去读册，却造成有一寡学校这学生人数无平均的问题。为了要解决这款的情形，台南市教育局宣布，114年度开始，除了9间实验学校以外，其他166间学校让取消自由学区。这个政策一出来，家长的头也开始摸咧笑啊！国小6年的学生欢头喜面咧上体育课，佮无偌久，因地面对要读一间国中，这些家长早就计划好势。不过，这阵台南市教育局却向要改变国中小学生的入学方式。对今年9月，全市除了9间实验学校是自由入学，其他拢是一般学区，嘛都是家长干来当互囡仔伫本正大的学区读册。有不少家长怨叹政策太过冲狂。然后他如果取消之后，我们就是要改成一般学区，所以他就是要去重新适应那个环境，觉得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就是过渡条款，至少应该有个过渡。对对对。那自由入学到很多的家长慕名而来，大家都清楚，变成供不应求，所以有的学校就变成要总量管制，衍生出来的自由入学就是校际之间会相互竞争学生，现在就导致每一个学校每一年的生源，就是学生的来源呢就不稳定。教育局强调，取消166间学校的自由学区是符合国民教育法的精神。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认为，10当前为了让偏乡中小学有较好的发展，才会订定自由学区的机制。即摆无条件化解，颠倒影响到认真办学的特色学校，嘛冲击到校方的师资编制。大学校讲的是讲有一寡配套，但是这个配套第一有可能会造成小校的加速合并，所以中型的学校伊嘛有可能。虽然伫市区，但是因为遐是老学区、老社区，所以嘛有可能无学生，所以有可能唔是影响到小学校，甚至中型的学校嘛有可能会收起来。那是因为户籍也是家长工课原因，有下区读册需求，教育局嘛有配套措施。到3月是建议，应该先研究台南未来10年的人口结构，才通做完整的评估。嘛好有政策的推动，爱参大家做伙讨论，就惊影响学生读册的权益。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车道的天棚，去年底启用了后，随便做民众去遐佚佗、登卡的景点。讲到这管理呢，目前是有保全伫遐巡逻，也那治安的维护是由附近3间派出所做伙伫咧负责的。高雄火车头天棚启用了后，天棚顶舒适的脚踏车道、丰富的食物景观，加上正具特色的设计，真侪市民游客拢会来遮运动佚佗。不过，这么快的区域，除了高雄车头有派保全巡逻，其实天棚的管理单位是属于高雄市公园处。治安部分按算是交给警察局3名1分局来负责。有看到大概3-4位穿背心，就是背心上会写保全。其实因为规个天棚的范围真宽。是交予附近阳明、石泉、甲哈尔滨3个派出所做规来管理，这嘛互民众烦恼，因若是毋知影位置，到时要报案是要找啥人处理。有人建议爱有标示，3名1分局是讲，民众只要讲出报案的位置，勤务中心拢会当处理。倘若他说我是在圆形的空中花园，我们就会派查明所过去。但是他若是他不知道东侧或西侧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有请亲子中心接获这类似的报案的时候，立即就派遣的石泉所跟哈尔滨所的警网同时上去来做一个查看。你上简单的应该是用几号坐标，安尼严情要来处理嘛知，是不是？咱假设这阵220。去21安尼。3名1分局表示，规个车头工程拢完工了后，原本敢若34位员警的阳明派出所，今年也会增加到38人，互警力有适当的调配。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昨呢，就这园区的工作人员，这奥多拜伊主啊无看好势，高山啊就来遮要找食的。动物园是呼吁民众讲，尽量唔通互这狗看到食的物件，也唔通含这的米狗起冲突。机车医师复兴起来，台湾高山啊伫机车置物箱内底一直超。16下晡，高雄寿山动物园一台巡逻车，因为工作人员无将椅子做好，互高山啊变起来找物件食。
同仁他刚好就在旁边工作，他可能就是把行李箱就随手盖上，那可能他没有做好这个确实去看看是不是行李箱有确实关妥这个动作，那刚一转身就看到猕猴正在翻找他的行李箱。园方趁机会翕影片做机会教育，也毋过看到高山仔带狗仔囝出来找物件食，也互人关注高山仔是毋是因为食物无够，抢食的状况才会变严重。也毋过专家表示，主因也是长期接触人类。叶子啊、昆虫啊，其实都是猴子他们会吃的东西。那再来就是呢，像车厢的问题，其实他们因为长期跟人类相处，那有时候有些车厢没有锁好，他就会发现说，里面有一些食物可以吃，所以他们就会去翻找。园方也有专家提醒，高山仔因为长期接触人类，养成机会主义习惯，民众食物若无收好，或者是衣珠无锁好，都会让高山仔有机会。定定来受山爬山的民众也有防教的方式，会当看到民众揣来几支粗的手机放伫咧车顶。大便啊，会咬破这个坐垫啊，患者有障碍，他就比较不会上来。有弹性，他会怕放了个陷阱，他就会不敢上去，不然他就会把他的坐垫把它打起来。有人认为，这部分民众饲狗的行为，让高山仔养成向人顶找食食的习惯，应该加强宣导。园方也提醒，拄到高山仔并地啊，或者是抢物件食，莫正面冲突，避免受伤，或者是贵重的物件，互摕去深山内底，更较恶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年特别教啊，讲到这较细粒的柑仔蜜是真着实，而且红拍拍真喜气，是真着实的这个水果。不过嘉义地区呢，这阵啊，因为这日时含温度的温度呢是差15度以上，农民讲今年这关低温造成柑仔蜜较高闭开的情形，是比去年搁较严重。虽然讲即摆的市场需求真大，但是这柑仔蜜的产量无介济，今年柑仔蜜的价销呢是比去年起要5成。农民伫温室内底挽一粒一粒的柑仔蜜，两个桶仔当中，一个是会当交货的柑仔蜜，另外一个内底拢是闭开的柑仔蜜。农民认为是天气的影响，日时暗时的温度差伤济，才致使柑仔蜜有闭开的状况。落入这品种吼，皮有较薄啦，因为咱消费者就介这品种所以伫迄种烧热变化较大的话，真正有比较济啦。过其实这那个会使接受的范围内底啦。番茄的植株对于温度跟水分剧烈的变化，那尤其我们这边种的小果番茄是玉女品种，它的皮比较薄，那就容易产生裂果的情形。红色的柑仔蜜是旧年过年大家较爱买的水果，农民讲受到天气的影响，过年前会当收成的量其实无济，亲像大麦即摆的价销嘛比人去敲电话来买配送到厝的搁较悬，所以目前交的柑仔蜜都是以果菜市场为主。进前咱产区迄两个风台影响到规个番茄产量嘛，到即摆个闭水严重，所以目前这小番茄的市是欠袂足严重，所以今年价销比去年加起少5成。即摆批发价格1公斤超是300块的时阵，我去年才卖250的栽培的价尔，你就免来去做。嘉义县是种柑仔蜜上济的产区，农民表示柑仔蜜的价销要降落来，可能要等到旧年过年了后，买的需求无遐尔济啊，价销才会豆豆稳定落来。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那阵会当用着唔通拼认真家保养，永远是真内行的一项物件。讲到这新竹县呢，有一个40多年经验做木工家具的师傅张清云，以有路的功夫专门替人保养中古的家具。过年进前来拜托伊家到修理保养的人呢，是平常时也是加要2-3成。像这个东西，它常常会就有裂掉，因为来的时候是整个松脱，我们都用简单的话用3秒胶。但是如果整颗是落掉的话，我们就用日本的 AB 胶去把它粘，然后夹子夹回去，等它干了以后呢，我们再去研磨这个东西。摕粗纸豆豆磨，以幼弱的手工来修理这件有10几年历史的窗仔门。涂上去以后呢，我没有把它擦掉，生漆而且它是活的东西，你只要擦得不好，或者说方式不对，它不会干。够用天然的青漆抹点旧的茶壳椅啊，这动作要重复15摆以上，全落以手工处理，才有办法让椅啊重新恢复过去的光彩。如果说单一组家具的话，是用生漆做的话，它的前后工要大概15、18遍的工，是很繁琐，真的很多工，所以一般人那成本高，他也不接受啊，所以他会化学剂喷一喷就好了，是擦这样子，然后单价也不一样，主要是单价有关系。
已经有40多年经验的张清云表示，做这保养家具的石头，除了需要耐心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即马少年人拢无愿意做，功夫嘛渐渐失传去。现在这个技艺断层非常严重，因为没有人做这个。大家年轻人喜欢吹冷气，这个是很无聊的工作，又有粉尘，工资又低。你没有这项热忱的话，做起来会很无奈。工厂内放的这拢是咧等伊整理的旧家具。张清云讲，过年前送家具来保养修理的人，比平常时加2成至3成。其实只要经过整理，又阁是一件真好用的家具。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讲到咱台湾的高屏鸚是特别绝种的鸟仔，去年4月呢，有民众伫卖寮落水客出海口，抢救到一只互这网仔颠掉的高屏鸚。这林业署也证实讲，咱过了10年后，即马这高屏鸚搁再出现啦。高屏鸚飞咧西大桥边，被研究团队领影记录落来，佮透过自动录音机收集环境声源方式监测，发现为落水客下游到出海口，拢有高屏鸚频繁活动的地区。本分署最新的生态调查，掌握濒危鸟种草鸮的出现位置，证实除了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也是数量稀少的草鸮活动范围。林业署表示，濒危保育类的高屏鸚，过去活动分布包括台南、高雄、金门溪和高屏溪沿线，嘛是唯一会在地面繁殖鸟头鸟，全台湾剩500只。进前在中部地区有少数记录，但无定看。去年2月份。有民众在卖寮出海口抢救到一只，当地生态协会嘛陆续发现高屏鸚的踪迹。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然后让这种保育类的草鸮不断的有机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富裕。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针对好不容易能够保留下来的台湾草鸮，能够有更加的珍惜。林业署南投分署表示。这次调查确认高屏鸚归为数10年后，再度出现在落水溪流入活动。但高屏鸚的保育面临环境的变迁、农药使用、栖息地破坏以及流浪狗的威胁等问题，未来阁结合各方资源，维护营造更侪友善野生动物栖息的环境。公视新闻王雄为您报道。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9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1度。平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